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喺神嘅時間表裏邊，耶穌基督，神嘅獨生子，被差到世間來。他道成肉身，虛己，成為人嘅樣式，生活喺世上，並且為了達成神救贖世人的目的，他謙卑順服，甚至被釘在十架上。但因神嘅大能，他復活了，為我們帶來永生嘅盼望。哈利路亞！在遠方一個馬槽裏，有一嬰孩沉睡在那裏，有天使歌頌，牧人敬拜，往日事長久遠，如今留下空的馬槽。多謝詩班，哈利路亞，主復活係一個好好嘅信息。現在讓我哋一齊誦讀神嘅話語，所選讀嘅經文係哥林多前書15章20至到34節。我哋一齊嘅誦讀。現在基督已經從死人中復活，
成為睡了的人初熟的果子。死既藉着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藉着一人而來。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只是各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人。在後末期到了的時候，基督把所有的統治者、掌權者和有能者都毀滅了，就把國度交給父神。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直到神把所有的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最後要毀滅的仇敵就是死，因為經上記着說，他使萬物都服在他腳下。既然說萬物都服了他，顯然那使萬物服他的就不包括在內了。等到萬物都服了他，那時指自己也要服那位叫萬物服他的，好使神在萬有之上。不然，那些為死人受洗的，是為了什麼呢？如果死人根本不會復活，那麼為什麼要為他們受死呢？我們又為什麼時候冒險呢？弟兄們，我是天天冒死的，這是我憑着我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裏因你們而誇口說的。我在以弗所為野獸搏鬥，如果照着人的意思來看，那對我有什麼益處呢？如果死人不會復活，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因為我們明天就要死了。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朋友是會敗壞品德的。你們理當醒悟過來，不要犯罪，因為你們中間有人不認識神。我說這話是要你們羞愧。今天早上我哋有 Pastor Wendy 江允儀傳道喺分享信息，講題係當主耶穌基督復活之後。大家早晨，好高興咧喺大家當中咧去分享咧信息啊！前一段時間咧，我有時間咧，有機會啦，可以放假，咁啊，返香港咧，同屋企人咧有啲相處嘅時候，而我其中咧好期待一件嘅事情咧，就係咧同我嘅2個兒孫女咧一齊咧去主題樂園公園咧度玩。呢件事嘅事情咧，係我一早咧當佢哋咧1歲啦、3歲嘅時候咧，我已經咧期待住呢件嘅事情。但係咧因為各種嘅原因啦，時間咧就唔係好配合，咁所以咧就而家咧佢哋去到咧5歲同埋7歲咧，我先至有呢個機會咧去同佢哋咧去主題樂園公園玩喎。喺我心裏面咧，我就幻想咧我會同佢哋一齊咧坐下啲咖啡杯啊，玩下呢個旋轉木馬啊，一個咧飛天小飛象啊，喺度飛下飛下咁樣樣。但係咧，我估唔到咧，過咗幾年之後，7歲嘅兒孫女咧，佢已經咧可以咧好膽大咁樣樣咧玩唔同嘅機動遊戲，甚至乎咧佢曾經咧喺另外一個主題樂園公園裏面咧玩過咧海盜船喎。哇！我真係為佢咧真係感到作為姨媽，我感到為佢自豪啊！因為咧我咧就冇呢個嘅膽量咧去玩呢啲機動遊戲，特別咧離心力咧好強嘅機動遊戲咧，我真係咧唔敢咧真係上去玩。咁但係咧，由於咧呢個主題樂園嘅公園裏面咧有咧一個新嘅公主城堡啦，咁而嗰個新嘅公主城堡裏面咧就有個啲新嘅機動遊戲，而我咧都未玩過嘅。
咁但係由於我兒孫女咧，佢一早咧已經有一個即係全年嘅 pass， 所以佢就玩過好多次。當佢知道咧我翻嚟嘅時候，佢咧就好期待咧要同我咧一齊咧去玩呢個新嘅公主城堡裏面嘅機動遊戲。我行過個機動遊戲嗰個嘅閘口，我咧就見到咧佢當中咧就有一個嘅 poster。係啦，喺個門口嘅前面，哇！我瞄咗一瞄，我就諗，哇！呢啲人咧嘅樣咧都幾驚恐喎，咁樣衝落嚟啊！我印象之中咧，另外個主題公園咧都有類似嘅即係機動遊戲。我唔係一個咧玩機動遊戲嘅人，我好怕咧，好驚咧，即係呢啲咁衝落嚟嘅機動遊戲。但係由於佢好強烈咁樣咧，希望我同佢一齊去玩，於是我就好啦，即係又係佢嚟緊要生日，咁我就諗啊，作為即係一個美好嘅回憶咧，就即係我同佢一齊去玩。咁啊，大家知道咧，去機動遊戲之前咧，我哋咧可能會排隊啦咁樣樣，但係咧唔使排隊喎。我仲諗住有啲時間去阻延一下我呢個心情，好快咧就已經去到嗰個嘅閘口，仲要係我哋第一個咧去到嗰個閘口，佢就同我講：我哋要坐第一排。跟住我話唔得啊，姨媽好驚㗎，我哋坐第三排啦。跟住佢就猶豫咗一陣。最後只可以死死地氣咁樣咧，就同我一齊坐第三排。開始嘅時候咧，我已經不停同自己去洗腦，同自己講：嗱，你要放鬆。風雲咧裡面嘅景象咧係好靚嘅，啲音樂好好聽嘅。但係咧，我帶住咧雖然係被洗腦嘅心，但係咧個心仍然係感覺咧一種嘅驚恐喺裡面，一路睇住嗰啲好靚嘅景象。聽住啲好好聽嘅音樂，啊有幾個咧好突然嘅動作喺嗰個船裡面，但係咧都好似咧都冇乜嘢特別嘅事情發生。最後我期待嗰個衝落去嗰下，點解好似冇發生過嘅？跟住去到最後，完咗啦。跟住最後回程嘅路程上面，我同我兒孫女講。今日咧，我好多好開心嘅回憶，但係咧令我最遺憾嘅就係我冇同你一齊坐第一排嗰個船嗰度，同你一齊去經歷最美好嘅船裡面嗰個嘅過程。我哋咧有陣時咧帶住唔同嘅心情啦，對於一個未知嘅結局咧，我哋咧都會咧影響咗咧，我哋咧喺呢個嘅旅程上面咧點樣去享受嗰個過程。所以咧前面嘅結局會影響緊咧我哋喺呢一段人生裡面嘅旅程會點樣去進行我哋嘅選擇、我哋嘅態度、我哋嘅心情。特別係咧，我哋唔知道我哋死咗去邊，死亡嘅終局係點樣，都會影響緊我哋今日嘅處世為人。即係如果我哋人生嘅盡頭只係一堆嘅骨灰嘅時候，我哋今日就可以隨意而去做，因為我哋唔需要去面對任何嘅結果。然而，聖經話俾我哋聽，死亡之後有一個嘅重要嘅訊息，呢個訊息就係講緊復活。我哋作為基督徒一個好重要嘅訊息，一份嘅盼望，我哋今日存活喺當中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去做呢？保羅書信中哥林多前書咧嘅15章咧，就特別用咗整章嘅去講述咧復活嘅訊息。我開始之前咧，都同大家一齊作一個嘅禱告。親愛天父，感謝你將你自己嘅寶貴嘅話語放喺我哋嘅當中，俾到我哋能夠去閱讀，
亦都俾我哋知道呢個係你自己寶貴嘅應許。聖靈，你喺我哋當中同我哋每一個人嘅說話，願意我哋都打開我哋嘅心，能夠同你自己嘅話語去相遇，亦都教導我哋去明白你自己嘅真理。膏抹孩子嘅口，願我說出合乎主你自己心意嘅事。以上嘅禱告，奉主耶穌寶貝名字祈求，阿門。20節咧，保羅咧講及現在此刻，基督咧已經從死人中咧復活，即係咧此刻咧已經係發生咗噶啦。耶穌作為神嘅兒子，佢擁有一切權力同埋尊貴嘅位置。佢作為人，一個完全嘅人，佢都死過。耶穌基督會成為所有睡咗嘅人。呂振中譯本呢，用長眠者呢個嘅字去解釋呢個嘅狀態嘅，即係意思呢，就係佢瞓咗一個好長嘅覺，而呢個瞓覺嘅過程裡面呢，最後呢係會醒嘅，不過呢個時間係比較長。呢個嘅耶穌基督，佢喺墓裏面埋葬咗喺墓裏面3日之後復活。保羅亦都用當時咧農間嘅背景咧，喺一個自然嘅景象裏面，以初熟果子咧做一個比喻。初熟果子咧意思即係咧係一個第一份嘅果子。正如我哋當中咧，有人可能咧都會喺自己嘅後花園啦，都會去種植一啲嘅果實。有果實嘅植物咧，我哋都知道呢啲嘅植物咧，需要咧一啲嘅需要長嘅時間咧，先可以咧去種植得出嚟嘅。由春天至到盛夏，有一天咧，你會突然咧見到咧有一個青色嘅果子去出現嘅時候，我哋心裏面咧都會有一份咧雀躍喺裏面啊！當你見到第一份嘅果子嘅時候，點解會有一個雀躍嘅心情啊？就係因為咧，你去預見到，你將會預見到一啲嘅事情，呢個將會係一個嘅憑據，一個嘅證明。呢啲嘅植物，呢棵嘅植物，呢株嘅植物之後咧，將會咧有更多嘅果子咧，將會去生出嚟。呢個係一個嘅次序，去表明之後會有同樣嘅事情咧，會去發生。當我哋依刻見到呢樣嘢之後，亦都會見到更多嘅事情會去發生。保羅就用初熟嘅果子去寓意耶穌基督嘅復活，表示喺佢之後屬於神嘅人都會有復活嗰一刻。保羅話耶穌基督復活唔係一個嘅傳聞啊，佢已經發生咗。保羅話耶穌要同門徒顯現佢嘅復活嘅身體，所以我哋喺4福音書裏面呢，我哋會讀到咧復活嘅耶穌裏面，會發現到佢會同多馬去顯現，佢會以一雙有釘痕嘅手，會將佢嘅肋旁嘅傷痕，呢啲嘅佢嘅肉身去展示俾門徒多馬去睇。展現俾佢哋睇釘十字架嘅事實，亦都邀請多馬去摸佢，俾佢睇到呢個肉身裏面所發生嘅事情。耶穌基督亦都喺提比利亞湖邊同佢嘅門徒燒魚，將嗰啲嘅餅同埋魚作為早餐俾佢哋去食。門徒同埋耶穌之間能夠互相嘅去認得見、相認到，證明門徒係見過呢個耶穌，佢哋之間係有份嘅互動喺裏面。所以保羅喺前面呢段經文嘅前面去提及復活嘅耶穌曾經俾500幾個嘅人去顯現俾佢哋睇。點解要顯現俾佢哋睇啊？就係要 show 俾佢哋睇，耶穌基督作為初熟嘅果子，呢個有形嘅身體要呈現喺佢哋嘅面前，俾作為耶穌基督嘅跟隨者都有呢份嘅預見，呢份嘅睇見。當初
喺創造天地嘅時候，人類嘅始祖亞當唔遵行神嘅旨意，所以罪同埋死亡因着亞當一人進入我哋嘅當中，人就被罪同埋死亡去轄制。基督就以佢一人承擔十字架上面我哋嘅罪，並且復活，有永生嘅應許，同樣實現喺屬於佢嘅人嘅當中，屬於基督裏面嘅人嘅當中。保羅咧喺呢度咧攞咗一個嘅平衡嘅對比啊！佢同我哋講，要麼我哋就繼續係留喺好似亞當嗰一邊，又或者係要麼我哋企喺耶穌基督嗰一邊，做一個基督裏面嘅人。基督嘅拯救就係要臨喺基督裏面嘅人，係一個靈魂同埋身體嘅拯救，係一個延續性嘅盼望。使徒信經裏面講，我信身體復活。呢個身體係一個有形嘅身體，雖然屬主嘅人係會死去，佢哋會係一個長眠嘅狀態，但係呢個長眠嘅狀態唔係一個嘅終局，就好似咧我哋冬天嘅時候，我帶大家去睇下個後花園。我自己咧都有咧去種咧一啲嘅花，我最中意咧就係繡球花。我行出去望一望冬天嘅景象，佢哋咧就好似咧一啲嘅枯枝，曾經咧佢哋咧俾咧大雪咧去覆蓋，亦都咧俾啲冰霜咧去吹打。而家望落去咧，乾禿禿嘅枯枝，了無生氣啊！呢棵植物咧好似一個死咗嘅形象。但係咧春天嚟到嘅時候，而家都正踏入一個春天啊！我前嗰幾日行出去嘅時候，踎低去望一望呢棵嘅好似死咗咁樣嘅繡球花，我就發現佢有啲綠芽走出嚟啦，亦都咧好似一個綠葉咧將會喺嗰度咧去慢慢去捲出嚟。呢個好似死嘅形態，但係咧我哋會睇到佢會慢慢咧有一個滋潤，有個清倉嘅形態將會走出嚟。呢份嘅盼望，呢份就係復活基督俾我哋睇到一個未來嘅景象。我哋個身體同樣嘅好似枯乾咗，但係當復活嘅一天就會慢慢就會好似一個新嘅形象會喺我哋嘅當中會出現。因此一刻可能我哋會面對咗好多身體上面病痛嘅折磨啦，身體可能會有先天嘅缺陷，又或者係曾經俾人傷害過我哋嘅身體，又或者係環境各種嘅因素破壞緊我哋嘅身體。我哋唔需要懼怕，因為永恆嘅當中將會有一個美好嘅身體為我哋存留，有一個更新嘅身體會為我哋存留。我唔係叫大家咧，此刻喺現今嘅我哋嘅現今嘅狀態，我哋唔好咧去顧惜我哋嘅身體，唔好愛惜我哋嘅身體。我哋都仍然咧要操練我哋嘅身體，仍然咧都要好好嘅去為着我哋嘅身體咧去看顧得好。我邀請大家咧係咧，我哋要去接受咧身體上面咧會有啲嘅自然嘅情況咧會有佢嘅變化，我哋要學習咧去接納去擁抱，但係同時間我哋要望去永恆嘅時候咧，我哋知道咧呢個嘅身體咧係暫時㗎，我哋咧去到永恆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屬於咧天上面嘅身體喺我哋喺當中咧去等候緊我哋。呢個嘅身體係只係屬於地上。復活基督俾我哋知道喺基督裏面嘅人呢都要復活，復活之後永恆同埋更新，一個屬靈嘅身體會喺我哋當中咧去出現。復活基督唔單止話俾我哋聽，屬主嘅人係得着復活嘅盼望。作者保羅進一步嘅，佢話俾我哋知道，
基督咧已經徹底打倒一切嘅權勢。24節裏面去提到，將會咧有一個結局喺世界末時嘅時候出現。耶穌基督要將呢一切嘅權能者去毀壞，有權能嘅包括地上面一切嘅統治者，喺地上嘅人唔好以為咧自己係有錢、有能源、有科技、有人力、有權位，就可以掌控一切，為所欲為，操控一切，瞞天過海，就好似而家咁。我哋咧面對世界上面咧一場又一場咧，為咗唔同嘅能源去戰爭嘅打仗裏面，我哋會覺得啊，點解會係人類咁自私？我哋面對咧好多黑暗嘅角落裏面，有好多人口販賣嘅問題，好多咧兒童啦要做一啲咧佢哋唔應該喺佢個年紀要咁樣樣嚟做工嘅工作。我哋好不其然去問：完美啊，完美啊！但係完咗又點呢？戰爭若然此刻打完啦，跟住又點呢？我哋都會好擔心之後嘅結局會係點。保羅喺24節裏面繼續講：最後末期到了的時候，基督把所有的統治者、掌權者和有能者都毀滅了。基督要將一切有權嘅都要毀滅了。若然我哋知道末後嘅結局，有權能者都要喺主耶穌基督嘅底下所滅，我哋作為跟隨基督嘅人，屬於主嘅人，我哋就更加因着有耶穌基督作為我哋最大嘅後盾，而唔懼怕呢啲嘅有權能者嘅威嚇。對於唔合乎聖經真理嘅事，我哋應該勇敢咁樣企出嚟去表達、去抵抗。但係亦都面對沉冤莫白嘅冤屈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寄盼一個末後基督掌權嘅應許喺當中，會最後佢自己有佢嘅審判。基督所講嘅掌權，唔係淨係講地上面呢啲我哋見到嘅事情。另外一卷保羅書信以弗所書裏面更加說明，佢講嘅掌權係包括天空嘅掌權、天上面嘅邪靈，而基督要坐喺父上帝嘅右邊，就好似使徒信經裏面講，坐着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因此唔單止係地上面嘅權，天上面嘅權佢都要當中掌握。靈界嘅，例如占卜問相、塔羅牌、其他嘅神靈、邪靈、魔鬼撒旦嘅呢啲邪惡勢力，呢啲一切我哋以為可以幫我哋可以掌控我哋生命嘅嗰啲，都係會過去，都仍然喺上帝嘅權能嘅底下。無論係天上地上嘅權能，呢啲唔屬於神嘅權能，佢哋嘅目的都只有一個，就係攪擾人同埋神嘅關係，要人去離棄父神。死亡就係叫人永遠咁樣離開父神。生命嘅最終嘅敵人係乜嘢嘢呢？就係死亡。基督都要去粉碎。人係懼怕死亡嘅，由古代中西各國嘅皇帝都要揾長生不老嘅藥，直到而家有好多人，或者我聽到好多花邊嘅資訊，就話點樣去換身體嘅內臟，有啲嘅達官嘅貴人話要同啲少年人去換血續命，亦都使用咧好多醫美嘅技術去留住咧最美嘅一刻。越有權能去操縱一切嘅人，越擁有更大嘅江山，越擁有更多嘅產業、更多資源嘅，就越想自己嘅成就能夠繼續去下去。
繼續越想去續命，越想掌控自己嘅生命。人越想靠自己去掌控嘅時候，就係越困難去倚靠父神。越過神，反而就走得越遠。死亡就係話俾嗰啲想擁有呢啲慾望嘅人去聽，死亡就係你嘅敵人。死亡呢好公平㗎，因為我哋人人都會面對死亡，我哋都會無論係有錢嘅、有權嘅、貧窮嘅，都會去死。呢個唔單止去話俾我哋聽，肉身係有死亡，更重要嘅係靈性嘅死亡，即係人同埋神永遠嘅隔絕。而死亡就係因為人有罪。聖經羅馬書講，罪嘅工價乃是死。死亡就係要人犯罪之後嘅結果。死亡就係人犯罪之後嘅後果。因此復活嘅基督彰顯咗一個嘅事情，佢就會將佢為敵嘅引誘人犯罪嘅魔鬼都已經打敗。死亡作為人得罪神嘅刑罰，亦都會被打倒。耶穌基督自己都超越咗死亡。哥林多前書後面15章繼續去講，勝利了，死亡已經被吞噬，神藉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將勝利賜俾我哋。我哋能夠戰勝罪同埋死亡，係因為神將耶穌基督去賜俾我哋，唔係靠任何其他靈界或者係人自己嘅所行嘅善事功德去對抗死亡，或者係避過死亡之後發生嘅事情。25節帶嚟一個好嘅消息，就係基督必作王。佢由復活嗰一刻就已經宣告佢跨越咗死亡。復活嘅基督要掌管一切。保羅繼續寫到，基督唔係單單只要去打倒仇敵，佢仲要使萬物要服喺佢嘅腳下。頭先我哋有讀到咧27至28節啦，好翹口嘅一段嘅經文啊。但係咧，我哋會睇到萬物啦、服在啦、他啦，呢個他係指緊耶穌基督啦，不斷嘅重複呢啲嘅字眼。而呂振中譯本呢，喺呢個嘅服在嗰度呢，佢就用咗呢順服。而英文呢嘅 ESV 嘅聖經呢，就用咗 subjection under him。呢啲嘅字眼呢，裡面都有表示一個意思呢，就係萬物都要屈服喺基督之下。基督呢喺當中呢，唔單止係要去掌權啊，而且呢係要管理，係一種從屬嘅關係。28節去提到，直到咧萬物完完全全咁樣服喺基督之下，基督亦都會將嘅呢個嘅主權咧去移交去俾父上帝。基督同萬物最後都係要服喺父神之下，歸回喺呢個創造天地萬物嘅父神嘅當中，歸回喺創造本來上帝創造嘅美好嘅當中。從基督嘅復活嗰一個嘅空墳墓，主耶穌已經宣告佢已經作王。但係直到而家，我哋係仍然係一個等候末後嘅結局出現嘅一段嘅時間。我哋就係身處喺一段等候仇敵點樣一一放喺基督嘅腳下，呢個等候嘅勝利最終出現嘅一段嘅期間。就好似咧一套嘅電視嘅劇集，有人咧劇透咗咧個結局，話俾我哋去知道。我哋咧就係咧處於咧喺呢個結局已經知道嘅一個階段，而我哋咧喺呢個劇集嘅當中咧，我哋發生緊一啲嘅事情，而我哋咧就係知道呢個結局，而今天我哋喺呢個嘅結局同埋呢個嘅劇集發生緊呢段嘅時間咧，我哋用啲咩嘅生活嘅取態去面對緊呢個結局所帶嚟話俾我哋聽嘅事情，我哋就去生活。所以當我哋接受基督成為生命嘅救主，聖靈居於喺我哋嘅心裏面呢，今天我哋仍然係會處於一個咩嘅
嘅情景呢，就係我哋仍然會處於一個被罪去攪擾、被性命、被死亡呢會轄制嘅期間嘅當中，喺呢份嘅張力嘅當中。但係我哋知道一件事情，就係基督已經作王啦，佢係一個擁有權能嗰一位。所以我哋藉住上基督作王嘅呢個嘅應許，我哋帶住呢份嘅恩典，實踐緊呢一個天國福音嘅事情，就係呢段嘅時間去發生。而呢段嘅時間就係一個上帝嘅國度未完全實現嘅階段。英文裏面去講係 already but not yet 嘅一個階段。既然如此，我哋作為屬於主嘅人，我哋就要帶住警醒、信心同埋盼望嘅去生活落去，等候呢個結局嘅出現。因為復活嘅基督佢話俾我哋知道，佢已經掌權，包括地上、天上同埋死亡，佢要坐著為王，佢嘅國度已經開始，唔需要等到末後或者有個大結局，我哋先知道點樣去做。若然我哋知道復活基督為我哋帶嚟末後一個點樣結局嘅時候，今日我哋嘅生活嘅態度就不再一樣。作者保羅佢話表示，佢因為知道復活嘅基督背後，佢會有呢種三種嘅態度，佢將會去改變。第一種就係傳福音嘅態度，佢會冒住生命嘅危險去傳復活嘅消息。對於佢嚟講，復活嘅基督當時係一個政治宗教領袖，而佢死咗，又要去復活，要話俾周邊嘅人聽，實在係一件好危險嘅事。比去鬥獸場同野獸搏鬥，對佢嚟講，佢認為更值得要去宣揚，因為佢認為呢件係一件好得無比嘅事。佢知道呢刻佢面對身體上面嘅苦楚係暫時嘅，佢認為如果人能夠可以得着知道呢個死亡嘅結局之後，再會有一個更美好嘅結局喺當中，去改變人嘅生活嘅態度，為佢哋存留呢份盼望，對佢嚟講係更加美好。我哋今日身處喺一個安穩嘅狀態，一個安穩嘅生活嘅狀態，我哋有冇呢份嘅雀躍去同人分享呢個信息呢？定是係我哋已經覺得太安穩啦？我哋根本上就冇經歷呢個復活嘅基督為我哋帶嚟嗰份嘅恩典同埋嗰種嘅美好。下星期頭先梁牧師嘅祈禱有提到機會嚟啦，我哋有陳子瑩嘅音樂生命音樂分享會，我哋可以帶我哋身邊嘅親人啦、朋友啦、同事啦、鄰舍啦，我哋就可以將呢個嘅福音去帶俾佢，邀請佢嚟到我哋嘅當中。第二個保羅去提出，我哋知道復活基督嘅時候，我哋要面對嘅一個生活嘅態度嘅改變，就係此刻我哋嘅生活嘅態度嘅改變。我哋嘅生命若然唔係今天去完結，死亡將會有另外嘅一個嘅局面嘅出現嘅時候，我哋嘅生活態度就唔可以只係吃吃喝喝，只係滿足肉體上面嗰種嘅歡樂，縱情於享樂嘅當中。如果我哋相信復活基督帶嚟末後嘅事情，我哋就唔係今朝有酒今朝醉呢個短暫嘅時間裏面。我哋唔應該正如我就係租一間房嘅，我就冇擁有自己嘅物業，即係我都唔會覺得間屋嘅暖氣唔夠，所以我就俾花一啲嘅錢去換個屋企裏面啲暖氣喉。屋企個電唔係太好，就換過晒所有嘅電線。我哋知道而家此刻我租呢間房下一年可能我都會走㗎，我都會搬走㗎。所以我嘅金錢同埋時間我都唔會花費喺呢度當中，我都會花費喺啲永恆嘅事情當中。呢個我哋只不過係一個暫居地。我哋唔應該只係做一啲嘅事情，不斷去滿足我哋嘅肉身，而係我哋去思考未來更將來嘅事情，去將佢投資喺當中。
第三樣嘢，保羅去邀請我哋去改變嘅態度，就係我哋要建立一個聖潔嘅群體。作者保羅邀請教會裏面嘅人唔好濫交朋友。作為屬神嘅人，我哋仍然喺地上面會生活，但係呢啲地上面嘅價值觀，呢啲嘅俗世都會仍然影響住我哋。保羅提醒哥林多嘅教會，你哋要小心建立你嘅朋友圈，建立教會嘅群體。點解保羅喺哥林書信裏面突然間要去同哥林多教會裏面嘅人要去講解復活嘅事呢？就係因為喺教會嘅群體裏面，有人唔相信復活嘅事情，更加唔相信耶穌基督已經復活。教會裏面有唔相信呢啲末後嘅事，所以佢哋處世嘅態度啦，都會有唔同。佢哋嘅行為就好似唔認識神一樣，一步一步咁樣帶領緊啲信徒去離開復活嘅基督。保羅命令哥林多嘅信徒唔好犯罪，要常常自我省察，建立一個聖潔嘅榮耀嘅群體，要去榮耀上帝。今日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啦，佢話俾我哋聽，復活基督嘅身體屬於基督裏面嘅人，我哋喺佢裏面嘅復活，對於以後復活嘅時候，我哋會有一個更新嘅身體。復活基督亦都話俾我哋聽，佢打倒天上面同埋地上面死亡呢啲嘅權勢，所以我哋唔需要懼怕呢啲嘅權勢，我哋得着自由啦。地上面所發生嘅事，我哋應該盼望住未來嘅嗰個結局，而我哋今天帶住呢個嘅盼望去活出我哋嘅生活。今日擺喺我哋禮堂嘅十字架裏面，呢個熒光幕升咗之後，後面係有一個十字架嘅。佢唔係單係一個拯救嘅記號，佢更加重要嘅一個復活嘅記號。因為上面耶穌基督已經唔喺上面啦，佢係存有一個盼望嘅記號。耶穌基督復活咗啦，佢係一個信心嘅記號。屬於主耶穌嘅基督嘅人，同樣都會好似主耶穌復活一樣，喺佢裏面有屬於主嘅應許喺當中。所以今天當我哋無論望住一個十字架，無論我哋去食呢個聖餐，裏面亦都有同一份嘅應許，就係盼望。一陣間敬拜隊會帶領我哋去唱一首歌，叫做《因他活着》。裏面嘅歌詞去提到，因着耶穌基督嘅活着，我哋能夠面對明天；因着佢嘅活着，我哋唔再懼怕，因為我哋知道明天係邊一個嘅掌管，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嘅價值係點樣樣。